嘅行為對於道路嘅安全同埋效率至關重要。然而，現有嘅交通燈攝像機嘅熱圖像提供嘅信息非常有限，咁令到有效嘅行人運動分析技術難以實現。2021年，香港特區政府撥款10億元成立智慧交通基金，並委託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作為執行夥伴，鼓勵公私營機構共謀獻策，研究同埋應用與車輛有關嘅創新科技。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運動人工智能實驗室一直以嚟專注喺開發利用人工智能進行人體姿勢同埋運動表現分析，將前衛技術同埋社會進步嘅承諾結合一起。呢個項目研究利用人工智能喺行人骨架分析中，作為平衡智慧交通同埋市民私隱嘅解決方法嘅可行性同埋應用。利用人工智能同埋深度學習嘅技術，對熱圖像進行分析。要實現即時準確嘅關鍵位置和角度追蹤，需要複雜同高效嘅電腦視覺演算法、運動捕捉技術同優化硬體配置。唔單單係技術嘅挑戰，仲需要大量嘅資金。好彩有智慧交通基金嘅支持，讓我哋可以利用創新科技嘅研究同埋應用，實現咗智慧出行同埋提高道路網絡嘅效率同埋駕駛安全。我哋喺開發 AI 模型嘅階段，利用咗熱像影像同埋一般影像嚟到分析行人嘅骨架姿態。我哋亦都同九巴合作喺巴士總站進行測試，利用熱像影像可以根據行人姿勢偵測同埋判斷。過程中只提取行人骨架姿態、運動、移動速度、異常行走等有用嘅信息，分析骨架數據，而非原始圖像視頻，可平衡智能應用同市民私隱。根據測試成效，技術可以探討佢喺唔同場地嘅應用潛力，例如延長交通燈嘅綠燈閃動時間，知道路口係咪有行動不便嘅長者、需要照顧同埋幫助嘅殘疾人士，或者跌倒停留喺路口嘅過路人士，等佢哋安全過馬路，加強交通安全，實現智慧出行。提交申請到收到審批結果，大概用咗半年嘅時間。咁期間都多謝秘書處嘅支持同埋建議，讓項目順利進行，令我哋嘅創新想法變為實用嘅交通解決方案。你哋都快啲申請智慧交通基金，同我哋一齊運用創新科技，實現香港嘅智慧交通啦！